歡迎大家收睇由易主同在事工嘅 Aslan Spirit 主辦嘅2026年第3屆香港基督教桌遊比賽團體組嘅賽事片段。今年團體組嘅比賽會喺2026年5月1日星期五舉行，時間係下晝1點鐘至到5點鐘。今年會選用新嘅比賽項目，亦即係新嘅桌遊，佢個名叫做神秘道語。我哋都喺呢度多謝柏龍玩具贊助團體組嘅比賽桌遊同埋禮物。團體組嘅參賽人數係需要5個人一隊，每一場比賽會有4個人上場，1個人做後備。歡迎13歲以上，亦即係2012年12月31日或者以前出世嘅所有人士參加。歡迎基督徒或者唔係基督徒都可以參加。每一場比賽會係有2隊對戰。再次提醒，每一場比賽只係4個人上場，1個人係做後備。比賽時間大概需要25至30分鐘。比賽開始之前，團體賽嘅主裁判會預先喺神秘道語嘅桌遊入邊抽取一張競賽模式嘅地圖牌，亦即係圖中顯示紅色嗰款牌。抽到出嚟呢一張牌會係呢一輪比賽入邊所有隊伍嘅指定比賽地圖。主裁判會將裝有地圖牌嘅信封交俾每一台嘅裁判，由裁判將地圖牌放好喺台面，放好喺指定嘅位置之後，未經許可係唔可以打開。而喺呢一度都特別公佈，去到決賽嘅時候，團體賽嘅籌委係特別為準決賽同埋總決賽設計咗比賽專屬嘅地圖牌，而呢一張卡牌係唔會出現喺任何而家有嘅神秘道語桌遊嘅地圖牌之中，請各位留意啦。而組委方面，比賽之前裁判會抽出2隊嘅顏色，係綠色或者藍色。綠隊會係起始嘅隊伍，亦即係會由綠隊開始先。裁判會先為2隊設置一個遊戲屏幕，2隊係需要面對面坐，同一隊坐埋同一邊。每一隊需要選出一個響度，而且呢個響度係要坐喺裁判嘅左右兩邊。坐好之後，裁判就會請響度喺追蹤圖板上面寫低自己隊伍嘅名。圖入邊黑色底紅色邊嗰個就係追蹤圖板啦。另外，同原定遊戲規則唔同嘅，仲包括咗比賽開始嘅時候，綠隊同埋藍隊，即係2隊都會獲得一個護身符。呢個同原本遊戲嘅規則係唔同嘅，亦都請大家留意啦。遊戲設置嘅最後一步係裁判會俾2隊嘅響度睇地圖牌，而且會照地圖牌頭3個起始嘅字母，將對應嘅詞語寫喺唔同嘅地標板塊上面。你會見到 G 代表住口香糖，咁裁判就會寫好咗口香糖擺翻喺地圖上面嘅相對應位置啦。比賽開始，當地標板塊放好之後，裁判就會開始計時1分30秒，俾響度同埋隊員閱讀同埋思考題目。閱讀同埋思考期間係唔可以講嘢，或者用任何眼神手勢交流，亦都唔可以同埋避免騷擾響度思考，或者做出任何有損比賽公平性嘅行為。留意啦，隊員係唔會睇到地圖牌，係只會見到好似圖中咁樣地圖上面嘅地標板塊嘅啫。當1分30秒結束之後，裁判會額外計時30秒，俾開始先嘅綠隊響度寫低佢第一個詞語線索，然後交俾裁判檢查。裁判檢查冇問題之後，會將地標板塊交俾綠隊隊員。隊員有30秒時間去嘗試按住提示解密，並且將地標板塊放喺地圖上面。放嘅時候，地標板塊必須要同任何一塊已經喺地圖上面嘅地標相鄰。喺呢段期間，綠隊嘅隊員可以互相討論，而藍隊嘅成員就唔可以干擾。而且喺任何嘅時候，2隊嘅響度都唔可以，係任何時候都唔可以以言語、手勢、眼神或者任何嘅方式向參賽者透露地圖卡嘅任何地形資訊。當30秒時間到咗之後，裁判會請綠隊嘅響度確認一下新探索嘅區域有啲乜嘢。換句說話嚟講，亦即係頭先我哋圖示嗰度顯示咗個口字圈起嚟，佢擺咗喺口香糖嘅左上邊。咁我哋就要睇翻地圖卡度，佢嗰一格係有啲乜嘢啦。咁可能會出現嘅包括第一種係綠色寶藏或者藍色寶藏。綠色寶藏、藍色寶藏呢，佢上面呢係會有一粒鑽石寫住1或者2嘅。咁記住啦，無論係邊一隊揾到呢一個寶藏都好啦，嗰個寶藏都會被相同顏色嘅隊伍擁有。舉例，如果綠隊揾到綠色嘅寶藏，咁就係綠隊喺佢嗰個追蹤卡上面可以加1粒寶石分啦。咁如果係藍隊揾到綠色嘅寶石嘅話，咁就對唔住啦，呢一個嘅綠色寶藏呢係會加俾綠隊嘅分數嘅。然後又有可能會揾到金色嘅寶藏，
咁金色嘅寶藏就係邊一隊揾到，佢都可以加喺自己嗰個追蹤板上面加分嘅。跟住之後就係詛咒或者護身符啦，一樣啦，呢個都會係計入自己嗰一隊嘅追蹤板塊上面。跟住就係空白板塊，如果去到空白板塊嘅話，響度請話俾隊員聽，呢度乜嘢都冇，請繼續行。咁我哋再睇翻個例子，假設綠色嘅隊員將口呢個嘅板塊放咗喺口香糖嘅左上面，咁綠隊嘅響度就要揾翻地圖卡上面相對嘅位置，亦即係而家地圖卡上面都有一個紅色圈仔圈住，大家會見到係一個空白嘅板塊。咁響度就可以話俾隊員聽，呢度乜嘢都冇，請繼續行啦。響度完成動作之後，裁判就會檢查係咪有一隊達成咗遊戲結束嘅條件。遊戲結束嘅條件包括第一，嗰個隊伍獲得4個寶藏，4個寶藏可以係自己嘅隊伍顏色加金色，總之夠4粒就可以，並且沒有詛咒，係冇詛咒。第二個條件係該隊獲得4個寶藏，自己隊伍嘅顏色加金色，一共加埋4粒，而且帶住詛咒。第三個遊戲結束嘅條件係嗰一個隊伍獲得詛咒，但已經無法透過揾到護身符嚟消除。只要上述3個條件有其中一個條件達成，遊戲就會結束。至於勝負點分呢，我哋稍後再講。當裁判檢查完確定遊戲繼續，佢就會再計時30秒，俾藍隊嘅響度寫低佢第一個詞語線索。寫完之後，亦都係交俾裁判檢查。當裁判檢查無誤之後，就會將地標板塊交俾藍隊嘅隊員。藍隊嘅隊員同樣有30秒時間嘗試按住提示解密，並且將嗰個地標板塊放喺地圖上面。同樣啦，地標板塊係必須要同任何一塊已經喺地圖上面嘅地標相鄰，即係一定要黐住其他嘅板塊。喺呢個期間，藍隊嘅隊員可以互相討論，而綠隊嘅成員就唔可以作出任何干擾嘅行為。當時間到，裁判就會請藍隊嘅響度確認新探索嘅區域有啲乜嘢，就好似之前第4點所講，係揾到綠色或者藍色嘅寶藏、金色嘅寶藏、詛咒、護身符，並且話係空白嘅板塊。跟住裁判亦都會好似第5點一樣，檢查會唔會達成咗遊戲結束嘅條件。裁判如果確認遊戲可以繼續，就會重複第2至到第9個步驟，直至到有一方達成遊戲結束條件為止。跟住係響度線索提示守則。響度需要俾佢嘅隊員一個中文字詞，可以係單音字，例如筆、水、床等等，又或者係複音詞，例如葡萄、服務、月亮等等，又或者係縮略詞，例如奧運、流感、桌遊等等。記住啦，係唔可以寫句子，例如床前明月光，亦都唔可以寫成語，例如杯弓蛇影，亦都唔可以寫諺語，例如有志者事竟成，亦都唔可以寫歇後語，例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亦都唔可以寫慣用語，例如藍天白雲，同埋係只可以寫中文，唔可以寫英文或者其他外語，更加唔可以使用粗言穢語、色情字眼。紅色嘅部分係呢一次比賽所增設嘅獨有規則，敬請大家留意啦。跟住響度係只可以寫低線索，唔可以加上下文，例如唔可以講如果你睇過大白鯊，你就會知噶啦，呢一類嘅說話都係唔可以講，亦都唔可以寫。響度俾嘅提示必須要同牆上任何一個詞語嘅意思相關，唔可以根據押韻、文字數量、以用詞語嘅位置、島上嘅特徵或者希望玩家移動嘅方向嚟提示線索。裁判有權檢查或者要求響度解釋提示同牆上嘅字詞相關之處。如果意義係對唔上嘅話，裁判可以要求響度更正詞語，限時係10秒，10秒內就要改好個詞語。跟住係提示必須基於公開嘅資訊同埋情報，例如聖經嘅人物、某位唐朝嘅詩人等等，唔可以涉及私人嘅人物或者物品。如果有疑問，裁判可以要求響度更正詞語。同樣啦，記住更正詞語係有10秒時間，10秒內就要改好詞語噶啦。跟住係唔可以刻意書寫錯別字，如果有寫錯字嘅話，裁判會要求響度解釋同埋更正。記住啦，一旦寫下提示，係唔可以改變、修改或者增加所提供嘅提示。
跟住響度係唔可以使用重複嘅提示，但係可以寫板上詞語嘅同義詞。例如已經寫咗贊成，響度仍然可以寫同意。響度亦都可以重複使用板塊上面詞語嘅任何一個字。例如如果已經寫咗知識，仍然可以寫知道、認知、知更了等等。然後最重要一點係響度如果有違反第一、第二、第三項響度提示守則，該回合係會即刻結束，嗰隊係會得到額外嘅助咒以作懲罰。大家唔想收到懲罰嘅話，就要重溫翻1、2、3項響度嘅提示啦。跟住要講一講比賽計算勝負嘅方法。第一種，如果有一隊揾到助咒，但係冇辦法透過揾到護身符嚟消除，個原因係因為地圖上面嘅護身符已經被揾到啦，咁嗰隊就會輸咗遊戲，另一隊就會獲勝。第二種情況係最先揾到4個寶藏嘅嗰一隊，寶藏嘅顏色可以係自己嗰隊嘅顏色加埋金色寶藏，總之加起嚟夠4個，而且又冇助咒嘅話就會勝出。如果隊伍喺揾到第4個寶藏嘅時候仍然有未消除嘅助咒，就會輸咗遊戲，另一隊就會獲勝。所以切記，一定要記住啦，揾第4個寶藏之前，你係有未消除嘅助咒嘅話，你就一定要揾到護身符，先消除咗助咒，然後再揾第4個寶藏，先至可以勝出啦。跟住係計算排名嘅方法。首先我哋會比較勝出嘅次數，勝出次數較多嘅隊伍排名會較前。如果有同分嘅時候，我哋就會比較獲得寶藏嘅數量，獲得寶藏數量較多嘅隊伍排名就會較前。如果勝出嘅次數同埋得到寶藏嘅數量相同，就好似初賽嘅 D 隊同埋 E 隊咁樣，佢哋嘅勝出次數都係1，獲得寶藏嘅數量都係7。咁我哋就要比較佢哋使用回合嘅數量啦。而我哋可以見到 D 隊係用咗32個回合， E 隊係用咗28個回合。咁由於 E 隊用嘅回合較少，所以佢嘅名次就會前過 D 隊啦。今次比賽一樣分為初賽、準決賽同埋總決賽。初賽比賽會進行3輪，所有隊伍都要出席晒呢3輪嘅比賽。3輪比賽嘅參賽人選由隊伍自行決定，但係3輪嘅響度必須要由唔同玩家擔任，記住係3個唔同嘅玩家擔任3輪嘅響度。呢3輪比賽入邊，參賽者嘅座位同埋對手會由大會隨機抽籤產生，現場亦會因為人數嘅變動而作出調整。到時請以現場嘅調配為主，亦以現場嘅安排作準。3輪比賽結束之後，會以勝出場數嘅次數來斷定名次。頭8名嘅參賽者可以出線進入5月25號嘅決賽。決賽日，決賽係分為準決賽同埋總決賽。準決賽同總決賽會進行2輪嘅比賽。準決賽排名最高嘅4隊會進入總決賽，而去到總決賽係會以決賽日當日累積勝出次數最高嘅第1、2、3、4位為比賽嘅冠亞季殿軍。如果有隊伍嘅勝出次數平手，就會比較每隊所得到嘅寶藏，以寶藏較多嘅隊伍勝出。如果仍然平手，就會按照每一隊使用嘅回合次數去作出比較，使用回合較少嘅勝出。如果依然平手，就會進行一場比賽，以嗰場比賽嘅結果去判斷邊一隊優勝。比賽當日每一台係會有2位裁判，佢哋負責設置遊戲同埋裁決比賽。比賽期間，如果參賽者發現有違反遊戲規則或者唔符合運動家精神嘅情況，請立即請裁判判決。如果冇即時通知裁判，參賽者就要接受現況，通常亦都包括要接受比賽嘅結果。喺比賽期間，如果有任何爭議，以當日裁判嘅決定為準。比賽嚴禁任何參賽者唔尊重其他玩家、工作人員同埋比賽嘅行為。參賽者亦唔可以以任何嘅方式阻止或者干擾其他參賽者。如果被發現有呢一啲嘅行為，裁判將會按個情況去作出處理，提出警告，嚴重嘅會取消參賽嘅資格。再次提提大家，今年嘅比賽會喺2026年5月1日進行，時間係下晝1點至到5點。今年嘅比賽唔止冠亞季軍有獎品，今年我哋仲增設咗殿軍都會有獎杯同埋獎品，大家快啲報名啦！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聯絡我哋希望喺比賽會見到大家，比賽見啦，拜拜。